细菌抗药性的秘密。抗生素原底是治疗细菌感染的好药方，毋过煞因为滥散使用，培养出哪来哪济袂惊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所致足济以前敢若是小可代志的感染，煞因为细菌产生抗药性，变做无药通医。世界卫生组织就捌甲全世界警告过，对几若种抗生素拢有抗药性的病菌，是21世纪对人类的健康上大的威胁之一。细菌抗药性的产生是安怎？细菌会发展出抗药性？根据演化论适者生存的概念，伫一个族群内底，通常拢会有一寡成员因为特殊的基因组成，生成具备适应特定环境压力的能力，互因会当伫极端环境造成其他的成员无法度生存的状况之下，豆豆仔生团扩张，刷落去，佫会甲因的优势基因遗传互下一代，成做族群里的优势种。细菌嘛是共款，对抗生素无抵抗力的细菌会互抗生素杀死，有抗药性的细菌会伫无其他的细菌含因抢资源之下，快速生团扩张。毋过，和其他的生物无共，细菌的抗药性基因毋但会使对母体遗传互分裂出来的新细菌，而且佫会伫无共细菌之间流传，互原底无抗药性的病菌，伫毋免外靠基因突变，就会使自然而然接受到无共抗药基因，成做对几若种抗生素拢有抗药性的超级病菌。抗药性断开的机制是虾米机制？互细菌的抗药性会当伫族群内和族群之间断开？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大先就要先了解细菌的生理结构。细菌是单细胞的原核生物，和其他的真核生物无共款，伊无细胞核甲家己的遗传物质 DNA 包起来，而且除了染色体 DNA 以外，细菌通常阁有一个生做敢若手环的质体 DNA。一般来讲，互细菌会当应付外来环境挑战的基因，比如讲抗药性基因，通常来自质体 DNA， 甲染色体 DNA 无共款。一个细菌细胞通常拢有几若份的质体 DNA， 互伊有材料表现较野的抗药基因，来保护细菌袂受抗生素毒杀。质体阁有一项对细菌生存有大利益的功能，就是伊会透过细菌和细菌之间的接触，来伫无共细菌之间交流，也就是讲无共细菌会当互相分享对抗无共抗生素的抗药性基因，互各种抗药性基因伫无共细菌族群里真紧就断开，无偌久就培养出侪超级细菌。这个会当互基因有材料下过个体甚至物种之间的界线来传播的现象，互抗药性基因有材料对人体无害的大肠杆菌传互有致病力的葡萄球菌，刷落来，佮甲伊传互别种病菌，造成细菌抗药性断开的速度比单纯用演化论的角度来看加较紧。这个机制反射时咧，提出演化论的英国遗传学家达尔文嘛料想未到。今年5月，一个法国的研究团队佮发现细菌有一个避免家己互抗生素毒杀的好技师。因发现到细菌细胞表面有真侪会使排除各种外来毒素的胖脯，透过这个胖脯不断甲进入细胞内的抗生素氮气上，会当压制细胞内抗生素的量，互对抗生素原底无免疫力的细菌，嘛会当伫抗生素的环境下暂时存活，互有时间等待其他的细菌甲有抗药性基因的质体 DNA 分享互因。一场拍袂煞久的战役。伫历史上，人类和细菌的军备竞赛中，常常拢是细菌占赢面较济。
中世纪发生伫欧洲的黑死病，就杀死迄当阵欧洲1/3的人，比例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5%人口死亡。不如过伫20世纪初，抗生素的发现，互人类伫即场战役中取得短暂的胜利。细菌感染无阁是偌严重的代志，侪人甚至开始相信人定胜天。无疑误，伫短短几十年内，局势改变。细菌利用会使下个体传播的集体 DNA， 互抗药性基因快速摊开。虽望科学家会使利用分子生物科技，创造出新的抗生素来取代旧的。毋过，医学研究的速度常常对细菌演化的速度袂着，哪来哪侪医生拄着无药啊通医的困境。现此时，侪微生物学家当咧研究利用其他非抗生素的方法来设法治疗细菌感染的病症。望有一天会当伫即场哪来哪歹拍的战役中取胜。